伫咧宫庙头前，会当定定看到一支乌灵旗，也有人甲叫做是乌旗。伫台南就伫咧推扫乌旗文化的画师，伊是这为互你看过介绍这顶头每一项元素。画师也讲，这乌旗主要是伫咧驱邪压煞，透过点破这乌旗图样，希望互大家认捌到这旗仔的文化内涵。选定日子，搁用五溪水一笔一画慢慢踏色，绘师当咧做庙口的法器，即号做五毒乌旗。叫庙头前采乌旗，经过了解，有代表心灵兵马保障伫遮定守的意义。因为旗仔拢顺手工落去做，上紧爱半冬才完成。制作真够工，技术够大，愈来愈罕见。台南有绘师惊乌旗文化会失去，因摒势咧推扫，毋嘛互正人明白背后的内涵。无去详细甲注意行就过啊。听人讲这是伫压煞、伫定体伫用的啦，啊嘛无详细甲了解。啊，咱有画着咱遮有7星，才有9宫，啊，才咱3星，吼，啊咧八卦，啊，这规支旗啊，其实就要互人大了解讲，其实乌旗无像咱想的遐恐怖，其实伊是驱邪压煞。护国平民咧用的物件。这项文化有上百档的历史，咧做乌旗有分无共派门，表现手法甲图样拢有无共的变化。不过绘师讲，这支旗仔是上帝讲的法器，所以内底一定要有8到7星，其中庐山法门结合28星宿参36观众等元素，佮有因独有的香炉花草，互圣道的机关通互众神听到。主要是阮即个派门的 logo 共款的即个香炉。啊，这香炉代表的是玉体，就是领导神明啊，也是会使随着这香烟有无传递，互咱天顶的立位众神，互伊保庇咱安尼平安顺遂。为了互大家知影乌旗顶悬话意思，绘师佮甲高项的元素提出来做解说。另外，绘师指出，若做好乌旗有剔过了后，就禁起，唔通好现甲摕起来乌白摇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